其实宋朝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的朝代。当然，很多人不同意啊，认为明朝其实是汉人统治，但其实明朝并不是完全由汉人统治的朝代。然后你还在打，然后我再直接点。就等你，然后我上次回来以后，出来以后人都没有。本来还可以看到你在打电话。出来一下看人没有。重回唐朝啊。